家好，今日我想喺工作室咧拍條片同大家分享下我最近做緊嘅品牌重塑嘅過程。咁呢個過程裡面咧，就首先要做嘅咧就係一個斷捨離嘅工作啦。咁呢個過程咧，我就要脫離我自己安舒區啦，無論喺我嗰個工作定位啊、分享模式啊、推廣啊，或者啲服務嘅設定啊，都要做一個大洗牌嘅。咁自然就有好多猶豫㗎啦，但係我又真係發現我以前用我自己最熟悉嘅一啲專業知識或者去方法去分享嘅時候咧，又未必好容易咁傳遞到個信息俾大眾，咁其實就失去咗個意義啦。咁所以我覺得而家重新學習咧係好值得嘅。另外咧，我又發現其實都有一個少少嘅陰影嘅部分，就係我用緊嘅方式會唔會係好怕唔受人認同，所以我就要堅持用翻我原本嘅方法去做咧。咁我而家就喺度學習緊個平衡嘅，咁大家都可以提點下我啦，或者係留意下我嘅分享啦。最後咧，我都想俾翻一個少少嘅問題大家。其實你哋會唔會喺生活中工作啊、關係啊上面都會有一啲需要斷捨離嘅部分，亦都有時候會有覺得不被認同而唔敢去重新整理嘅呢？